今天我们齐聚一堂，向沈总长和7位将士道别。首先，我要代表全体国人，感谢他们为国家的付出与贡献。这8位优秀的将士殉职，不仅是国家重大的损失，也让我们感到十分的心痛与不舍。现在，我要以中华民国3军统帅的身份，对殉职的将士做最后一次的点名。参谋总长沈一鸣一级上将，总士官长韩正宏一等士官长，政战局副局长于清文中将，情治室助理次长洪红军中将，政家室叶建仪上校，总长室侍中官黄胜煌中校，副驾驶刘正夫少校，机工长许宏斌一等士官长。各位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任务完成了。3号机实施拉升解散。